大家好，我叫顏日朗，英文名叫 Felix，我而家就讀緊公開大學嘅 Year 3 Management。你參加呢個比賽嘅時候，即係話你點解參？一嚟就膽啦，二嚟想即是覺得咩都試下啦。咁同埋想即係令到自己可以面對一大班人表演，或者去講嘢嗰陣時會更加放鬆自己。你愛的那個天使，張開雙手變成翅膀守護你。我見你好緊張喎，你好驚啊你？係啊，緊張。我嘅興趣就係唱歌、彈琴同埋踢波。咁我可以自彈自唱嘅。咁我都試過彈童話啦，自彈自唱，參加過比賽嘅。咁如果大家想聽到我自彈自唱嘅話，咁記住投我一票。我係顏日朗 Felix，多謝大家投我一票啦。